我要歌唱，要大声地歌唱，我要欢呼。Hello， 亲爱的孩子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来到一起要来到主的面前，要来礼拜。我们知道我们都带着欢喜快乐的心要一起来礼拜，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手上的玩具收了吗？你手上所要做的任何事情，请你们要放下来，完完全全的收起来。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就要有一颗渴慕的主的心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礼拜的时候，请你小手合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我们要来祷告。天父爸爸，孩子们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敬拜你，要来赞美你。求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开孩子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，开孩子们的嘴巴来赞美你，更让孩子们的心门大大的打开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能够听你的话语，能够成为我们日后的帮助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每一个的步伐都有主你的同行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当中，每个孩子都是愿意渴慕在你的面前时，求主的灵与我们同行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献上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宣召：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使徒行传3章19节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你这礼拜过了好无？有认真写功课无？有认真看圣经无？有祈祷无？有讲好话招呼你的同学无？爱记一哦。主要所有细囝爱定定讲好话，招呼人来教会哦。主耶稣的死也无伫快收起，就常常讲好话，互耶稣欢喜。讲一摆来，主耶稣的死也无伫快收起，就常常讲好话，互耶稣欢喜。主耶稣的死也无伫快收起，就常常讲好话，互耶稣欢喜。不能来教会上主日学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伤心呢？老师也很想念每一个小朋友哦。但是不论在什么样的地方，我们都要常常的来歌唱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心就会因着赞美主而连在一起咯。我要歌唱，要大声地歌唱，我要欢呼，要扬声地欢呼，我要欢欣地跳舞，为他而跳舞，我要赞美，还要扬声赞美。我们一起来歌唱赞美我们的主。歌唱，要大声地歌唱，我要欢呼，要扬声地欢呼，我要欢欣地跳舞，为他而跳舞，我要赞美，还要扬声赞美。他私下应许，他私下应许，要
唱，要大声地歌唱。我要欢呼，要扬声地欢呼。我要欢欣地跳舞，为他而跳舞。我要赞美，还要扬声赞美。我要歌唱，我要歌唱，要大声地歌唱。我要欢呼，要扬声地欢呼。我要欢欣地跳舞，为他而跳舞。我要赞美，还要扬声赞美。我要赞美，还要扬声赞美。我要赞美，还要扬声赞美。各位孩子们，今天是我们上门徒的课程的最后一课。这12个门徒当中，有好有坏，这都是出自于上帝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安排。你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中也有不同的安排跟命定吗？老师要鼓励你勇敢地回应神对你的命定，祷告寻求神，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，勇敢地回应他，来接受这个荣耀的呼召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尊贵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主圣洁尊贵的器皿。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，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跟随耶稣，爱我的主，我爱你耶稣。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，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生一意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，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，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。亲爱的孩子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恭敬敬虔的心来做奉献，请将奉献的金额投入奉献桶里，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再带回来教会。这时候我们来唱奉献的歌曲。
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让我们从小就被拣选成为你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勇敢地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，也找出神你对我们在生命中的命定。我们的所有，我们的金钱，我们的才情，都要奉献给主所用。求主你悦纳。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讲耶稣最后一个门徒就是犹大。好，在信息故事之前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在今天的主日，我们一同在线上敬拜你，恳求主给我们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。主耶稣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将以下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。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在使徒行传3章19节，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今天要读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2章1到8节。逾越节前6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。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：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在马太福音27章1到4节，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，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解去，交给巡抚比拉多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：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：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？你自己承担吧。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讲耶稣最后一个门徒哦，就是犹大。在圣经上说，犹大他是一个卖主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好，犹大是12个门徒当中唯一的南方人，出自犹大省加略这地方哦。其余的门徒都是北方的加利利人。他与其他11个门徒一样，都是耶稣整夜祷告到天亮，顺服天父的旨意。从众门徒中拣选出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为了承接耶稣福音的使命。好，犹大和其他门徒一样，蒙耶稣赐医病赶鬼的能力，而且每个门徒都按着恩赐才能来分配工作。有的门徒活泼外向，有的口才很好，有的文静内向，工作勤快，总是默默付出。主耶稣也将特别的任务，就是管理财务的工作交给了犹大哦。小朋友啊，当耶稣在拣选门徒时，难道耶稣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吗？我们的主耶稣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神，他全然知道犹大生命的光景，甚至清楚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所爱的门徒犹大会背叛出卖他。主耶稣用爱和无限的忍耐，带领着犹大训练他，教导他明白许多的真理。
耶稣谦卑地和门徒一起吃饭，一起坐席，无论去哪里，他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，引导他们。耶稣也不偏待任何一个人哦。那为什么犹大会出卖耶稣呢？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读到，当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玛利亚带着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献给耶稣，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再用自己的头发擦。哇，整个屋子里满了香膏的香气哦。玛利亚为什么将这么贵重的香膏献给耶稣呢？好，我要告诉你们哦，当时在犹太人的习俗里，香膏是女子出嫁前非常重要的必备用品。因为玛利亚爱耶稣，感谢耶稣接纳她这个蒙恩的罪人，因此把她自己最贵重的香膏全然的献给耶稣。这本来是一件极美的事啊，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哦。那个人是谁呢？就是犹大。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？小朋友，这30两银子大约是当时工人1年的工资哦。如果你们听到犹大这句话，不要以为他很有爱心哦。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关心穷人，他只在乎那价值30两银子的香膏白白浪费了。而且犹大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，也就是他常常将耶稣交给他管理的钱挪为自己用，这叫做盗用公款。好，即便他在跟随耶稣的3年半之中，无论是医病、赶鬼、传道，表面都做得很好哦，有金钱的外表。其他使徒似乎也看不出犹大有哪里不对的地方，只可惜他的动机不对，内心起了贪心的欲望。贪心使他完全忘记了当初主耶稣呼召他的目的。小朋友，其实耶稣曾提醒过犹大哦，给他悔改的机会。有一次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耶稣洗门徒的脚，门徒与耶稣的对话中有一句话是在暗示犹大。耶稣说，你们不都是干净？就是说门徒不是全都干净的，有一个人不干净哦。难道是耶稣没洗干净犹大的脚吗？不是的，是他内心不干净。耶稣又说，他再一次暗示犹大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犹大要出卖他了，让耶稣很难过。这时犹大应该要赶快悔改才对是不是小朋友？可是他并没有哦。耶稣心里忧愁地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到底是谁。有一个门徒说，主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沾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，犹大就接受主耶稣递给他的饼，却丝毫不为所动。从此他就被撒旦完全控制了。耶稣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门徒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要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犹大
终究不回头，主耶稣只好任凭他了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意志，因为他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必须为他自己选择付出代价。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受教的心，做正确的选择哦。好，当祭司长和民间长老要捉拿耶稣时，犹大竟然为30块钱出卖了耶稣。在耶稣受难的那一个晚上，犹大带了许多人来捉拿耶稣，其中有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和一群兵丁。犹大因为怕人多，又天黑了，兵丁会看不清楚耶稣，事先与这些人说：“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你们要抓的人。”然后犹大假装走到耶稣面前问安，好让兵丁抓拿耶稣。就这样，犹大出卖了主。但是呢，耶稣仍然温和地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。”主耶稣不会因为犹大所做的感到生气，也不会感到惊讶，因为他早就知道犹大会这样做。这也是主耶稣所要经历的。他必须顺服天父，才能完成天父上帝的拯救世人的救赎计划。直到耶稣要往钉十字架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各各他，他仍然盼望犹大可以悔改。但是令人难过的是，犹大事后却没有悔改。虽然他很后悔出卖了耶稣，还将卖主的30块钱要交还给祭司长和长老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，是有罪了。”但是呢，遭到拒收。然后犹大将那笔钱丢在圣殿里，就出去上吊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听了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之后，让我们学习2件事情。第一，要尽快的除掉自己心中不好的意念哦。犹大就是没有尽快除掉贪财卖主的意念，他纵容那个思想在脑海中，直到有一天他自己被魔鬼引诱了。所以每当我们心中有嫉妒啊、愤怒，或是贪心，或是很想要骂人的时候，还有想要打人的时候，那一些不讨主喜悦的念头啊，应该要回到耶稣，回到我们主面前，求他帮助我们尽快除掉，让神美好的意念放在我们心中，我们才不会犯罪哦。第二，要把握悔改的机会。圣经说悔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心思要改变，产生懊悔、后悔，要向神承认自己的罪，也要向你得罪人的人认错哦，并且行事为人都转变了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本来是一个贪心的人，后来转变为一个知足的人；本来喜欢打架的人，变成一个心平气和与人相处的人；喜欢说谎的人，变成诚实的人。你们了解了吗？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还记得吗？有一个人也曾背叛耶稣哦，就是3次不敢认主的彼得。他是痛哭悔改，后来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。不同的是，犹大不听从耶稣的提醒，不肯悔改，用自暴自弃的态度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罪太深了，祷告没有用，神不会理我，认罪也没有用。你要知道，圣经上说，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无论犯了什么罪，向耶稣祷告认罪悔改，他会赦免你，帮助你远离罪的辖制，过着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接着我们要请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以下的讨论题目。第一，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？他有后悔并认罪悔改吗？第二，在生活中要怎样才能警醒自己，除掉不好的思想意念呢？第三，为着有时我们自己的软弱祷告，祈求圣灵随时帮助我们远离罪恶的诱惑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我们今天听的犹大的故事，我们认识了罪是何等的可怕。恳求主赐给我们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和信心，勇敢的回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，成为主耶稣所爱的儿女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，咱做伙来看咱这礼拜的金句，伫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19节，恁着反悔来活转头，互恁的罪画得撤销。恁着反悔来活转头，互恁的罪画得撤销。大家平安，咱要做伙来学习诗篇100篇。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。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乐入伊的院，用俄乐入伊的院。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，着感谢伊，俄乐伊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是好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慈爱到永远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，伊的信息到万世代。在听完今天最后一个门徒犹大的故事之后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。第一个，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？他之后有后悔并且认罪悔改吗？第二个，在生活中要怎么样才能警醒自己，除掉不好的思想呢？像在生活中，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犹大一样，会有贪心的想法，像是明明自己已经有铅笔盒，可是看到同学的铅笔盒好像更好看、更可爱，或是功能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请爸妈再帮我们买一个跟那同学一样的铅笔盒，或者是在家中明明说好应该轮流玩，可是还是忍不住跟你的弟弟妹妹啊、哥哥姐姐一起抢玩具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除掉这些不好的想法呢？那我们一样可以在家中跟家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，并把它记录在读经本上，或是用 LINE 传给老师。好，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也可能常常会不小心的犯错，但恳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可以坚强的抵抗那些诱惑，并且排除我们不好的想法。我们今天也听到了犹大的故事，他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我们要用真诚的心去信靠你，用真诚的心来服侍，而不是只有在形式上去敬拜你，去跟随你。我们要恳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有更坚定的信心，也让我们在祷告中可以经历你的信实，让我们可以在心中真正的认识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。小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